本篇漫画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以描绘维吾尔族女子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为题材，在日本引起极大回响，短时间内已阅览超过250万次，更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包括繁体中文、英文和维吾尔语等等。继日前，2份有关北京大规模镇压维吾尔人的中国政府机密文件被外泄后，该漫画再次被炒热。日本漫画作家清水智美只收到不少读者反映，表示现在终于明白香港人站起来抗争的理由，因为今日新疆，明日香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最近获得的一批中共政府机密文件，曝光了当局在东突厥斯坦设立集中营，对数百万穆斯林进行洗脑迫害的内幕。其中有内容显示，现任新疆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海伦在建立当地恐怖统治体制上发挥关键作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独立非营利机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牵头对这些文件进行了调查。他汇聚了14个国家的17家合作机构，内容涉及朱海伦针对在教育营和先川后省的详细规范指示。朱海伦是汉族，但精通维吾尔语及文化，而这不仅让他可以实施纠正翻译人员，还能融入并进而控制维吾尔群体。美国、英国和德国就近日曝光的中共机密文件做出了回应。德国外交大臣马克思表示，中国必须遵守其国际人权义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今日曝光的中共机密文件表示，文件证实了中共正在实施非常严重的人权侵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些报告与大量的证据相吻合，表明中共正在大型拘留中心实施针对个人的人权侵犯和虐待。上周日，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再次刊出多份关于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中共机密文件。中国媒体援引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书面声明报道说，中国副总理兼首席谈判代表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穆努钦和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举行了电话会谈。声明中指出，电话会谈中，双方就解决彼此核心关切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解决相关问题取得了共识。双方还同意就第一阶段协议磋商的剩余事项保持沟通。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出炉，对于此次选举，中共媒体均避谈选举结果。在中国日报英文版上，有人评论说，选举反对派候选人意味着香港将没有和平，它将继续失去其作为国际金融和后勤中心的重要性。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东京就日本媒体询问表示，不管香港局势如何变化，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任何企图搞乱香港、损害香港稳定繁荣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